乒乓波究竟有幾咁賺錢呢？為咗幫大家了解情況，社長有幸撲到飛，可以喺現場睇乒乓波全運會嘅男團總決賽，由馬龍、王楚欽領銜嘅北京隊對陣擁有樊振東、許昕兩員大將嘅上海隊。全世界打乒乓波最勁嘅4個男人全部翻晒嚟，我可以夠膽講呢場比賽將會係乒乓球史上嘅決戰紫禁之巔。犀利！比賽結果就遲啲先講，先同大家研究下點解乒乓波喺中國可以咁賺錢。我哋睇下佢哋嘅門票收入。喺過去幾年，乒乓波嘅頭部賽事嘅直接收入屢創新高。譬如喺2025年嘅 WTT 中國大滿貫，賽事嘅直接收入達到咗1.54億，其中門票收入接近8800萬。同比增幅54.3%，賽事吸引咗14家跨行業贊助商，其中40幾款特許商品嘅銷售額突破咗300萬，同比增幅152%。除此之外，賽事設置嘅大滿貫公園作為第二現場，入園人數突破咗10萬人次，消費額超過咗1000萬。11月15日，全運會成年組男單半決賽上演王楚欽對陣樊振東、袁勵岑對陣林思棟嘅兩場焦點決賽。聽講場半決賽嘅門票喺二級市場被炒到去原價嘅5倍。11月16日係全運會乒乓球單打收官日，有樊振東對陣林思棟嘅男單決賽，孫穎莎對決黃曼玉嘅女單決賽，熱度達到咗頂峰。當時社長問咗下，二手票價已經飆升至3086蚊，同官方嘅200蚊票價比，日價超過咗15倍。門票之所以被炒到咁高價，一方面係孫穎莎、樊振東等國乒頂尖選手嘅賽事號召力極強，吸引咗全國各地嘅球迷；另一方面係官方熱門場次嘅門票開售唔到2粒鐘就賣晒，供不應求，為黃牛提供咗炒作空間。既然票價可以炒到咁高，咁球員嘅身價就更加唔使講嘢啦。舉幾個例子俾大家睇下。馬龍作為雙圈大滿貫嘅乒壇傳奇，而樊振東又係新晉嘅全滿貫選手，兩人喺過去5年接廣告真係接到手軟㗎。馬龍廣告代言嘅年收入去到2000至3000萬，我哋廣東嘅樊振東都還可以，手頭上有勁多嘅頭部品牌。2025年嘅廣告收入保守估計都會超過2000萬。而成日上熱搜嘅王楚欽，隨住佢嘅賽事熱度同埋公眾關注度嘅爆發，代言嘅品牌亦都慢慢滲透到高車、汽車、美妝、快消等多個高價值嘅領域。2025年嘅廣告收入去到驚人嘅4800萬至7200萬之間。作為乒壇頭號女選手嘅莎莎，近5年嘅商業代言版圖持續擴張，從早期嘅家電、運動等領域，逐步擴展到汽車、美妝、科技等多個品類。目前佢手頭上有成25個代言品牌，而佢個人嘅 IP 估值高達2.7億，年度商業價值預計突破3億。孫穎莎代言嘅李寧運動衫曾經創下咗48小時3800萬嘅銷售額，平均每小時進賬近80萬。就連完全唔識打乒乓波嘅社長夫人都無端端千幾銀買咗副佢嘅球拍嚟看下門口，你話係唔係刺激消費啊？嗱，順便提醒下大家，睇比賽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嘅就係觀眾嘅衣着。譬如着呢件紫色 Hop 衛衣嘅就係王楚欽嘅 fans， 呢條毛巾係馬龍嘅，呢個包就係樊振東嘅，呢扎係沙頭粉嘅公仔。呢件聽講係許昕自己嘅品牌，喺佢哋隔離嘅時候就記住千祈唔好講佢哋偶像嘅壞話啦。除咗運動員個人收入大爆發之外啊，乒乓球賽事往往可以撬動大量異地觀眾流動，進而帶動舉辦地嘅酒店、旅遊、餐飲等多個文旅領域嘅消費增長，形成顯著嘅票根經濟效應。喺2024年成都運團世界盃嘅購票用戶裏面，外地市用戶佔比76.6%，其中外省觀賽用戶達到咗63.5%。大量外地球迷帶動當地酒店預訂量平均增長25.6%，入住率增長咗22.1%。同期冇後池、錦里、大熊貓基地等重點嘅旅遊打卡地，累計接待遊客372.28萬人次。賽事整體帶動消費3.8億，較上年增長咗52%。2025年嘅 WTT 中國大滿貫遇啱國慶中秋雙節，賽事期間首鋼園嘅日均客流去到12.4萬人次，累計
計消費額突破咗4100萬，較上年同期增長咗近50%。國慶前5日，石景山區嘅文旅體育消費總額去到3.2億，區域內多個商業街區承接晒賽事日出嘅消費熱度。今次社長嚟到澳門睇4大高手嘅對決，相信各位國兵嘅 fans 好似社長咁樣，追比賽追得耐啊，都幾攰下。所以今次社長特登為大家準備咗豐富嘅飛利浦觀賽放鬆好物，順便為乒乓經濟貢獻自己嘅綿薄力量。想參加呢個活動，快啲嚟私信社長啦！最終北京以3-1擊敗咗上海，恭喜晒北京隊。不過上海隊都打得唔錯，雖敗猶榮。同時37歲嘅馬龍唔單止幫團隊攞到冠軍，仲集齊咗自己職業生涯嘅最後一塊冠軍拼圖，恭喜晒馬龍！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你哋心中有冇支持嘅乒乓球星啊？歡迎分享你偶像嘅大名。好啦，社長要退場啦，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